今日香港大件事，今日香港大件事。第一，港工會表忠心，組團上京授表彰。第二，港人慶新年，多個節日陸續來臨。第三，港政府推貿易平台，提升國際競爭力。第四，港工會迎新年，組團上京授表彰。第五，香港股票上市過戶備忘，已除淨日。第六，活在灣區，母親節北上食自助餐。第七，貿易單一窗口鞏固港競爭優勢。第八，港工會組團上京出席勞動獎表彰大。今次幾多香港新聞話題都關緊經濟及社會發展，我哋無妨細味下每個事件嘅內涵，見到啲實質嘅意義。記得 comment 同 like、share 俾你朋友 ，subscribe 訂閱頻道，follow 有乜料，小廖二人每日為你篩選最新最貼地嘅資訊，下次見。